们为何来参与敬拜，为何参与礼拜的意义，到每一个礼拜的程序，牧师都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在每一场的礼拜当中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礼拜当中或在敬拜当中，我们也时常，也不是说时常，而是一定会进行的一个程序，叫做奉献。但牧师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金钱的奉献，今天牧师也不知道跟你说要如何11奉献，如何约定奉献，也不是跟你说圣经如何规定这件事情，那是另外一个主题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在于奉献的心态。不论是我们奉献你的金钱，奉献你的才能，或奉献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应当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？这比我们奉献多少、奉献什么，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要进入受难周。今天是棕树主日，棕树主日代表是耶稣基督，他非常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。而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些夹道欢迎的群众，原本是大喊着和散那，欢迎这位君王的到来。但过了1个礼拜之后，这一些群众他们却反过来说要钉他十字架。我们看到这些群众他们的想象，耶稣应该会是一个荣耀的君王，带领他们可以脱离一切的痛苦，带领他们可以脱离罗马的统治。但过了1个礼拜，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或者是跟他们期待的不一样，于是他们就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。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最后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，虽然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，虽然是一个受难的过程，但他仍然走向十字架的道路，目的是为了他也奉献了他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谈论奉献的主题，但是也在这个受难周，要进到受难周，在这个棕树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想，那耶稣的奉献，特别是他献上了他自己给我们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在耶路撒冷当中所发生的事，特别是在这个圣殿附近发生的事情。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，他时常在圣殿的周围，时常在群众当中，他对他们讲话，对他们分享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有不同的人群在当中，除了一般的民众，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也有法利赛人，也有这些所谓的文士。所以这些人，他们不断的出现在耶稣的身旁，也时常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角色的出现。但在这附近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，耶稣看见了不同生命的态度，耶稣也看到这些人他们对于生命的反应是如何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，有3种不同的人出现在当中。除了耶稣之外，耶稣跟他的门徒之外，有另外3种的人出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。我们要透过从这3种不同的人群当中，我们也一起来思考，一起来学习什么叫做献上所有的奉献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到有一群人，他们是非常重视外表的，他们是非常重视他们成就的，他们自以为是，因为他们是经学教师，他们可以解释所有的律法，他们可以受到人非常多的尊重，他可以对很多的事情，他们是有某些决定权的。但是你从我们读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假冒虚伪的一群。在圣经当中，假冒虚伪的原本的意思就是指演戏。耶稣常说他们是一群演戏的人，他们行为跟他们的内在表达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致的。他们是一群演戏的人，甚至他们是一群仗势欺人的。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，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，他们去压榨别人。另外，我们又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刚一起读到，拥有许多产业，他出手非常大方，家财万贯，而且是丰盛有余的财主。刚读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财主，他是把他所这个存的一切的财产，他是把这个有余的，然后拿出来，有余的奉献出来。那我们就看到有这2个人出现了，在这个圣殿周围，有非常注重外在的，非常注重他们表现的这群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经学教师，但是也出现了在来到圣殿当中要奉献的这些有钱人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刚刚又看到了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表，
他也没有特别的成就，他也没有很多的产业，他集了所有不利的条件在他的身上。他是一个又穷、又寡、又富，穷寡妇三个东西都集中在他身上。对当时的社会制度，当然以我们现在就是女性是非常独立自主的，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条件，可以有决定非常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但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的女生，她们的丈夫离开的时候，代表她也失去了社会地位。当她的丈夫离开她的时候，她就失去了社会地位。当时的女性，若你没有一个男人成为你的依靠，那你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，没有人会看得起你。第二件事情，当时的女性也没有办法继承财产，所以纵使她的丈夫离开了，她也没办法继承财产，所以等于她也没有经济的地位，她只能靠别人接济或别人帮助她。或者是到旧约当中看到，他可以到果园、到那个农地当中去拿那些剩余的，他可能就只能这样子而已。甚至如果你可能再想一下，他可能也没有子女了。如果他的子女或许会帮助他，会照顾他，但是看到经文描述，他是一个人，没有社会的地位，没有经济的地位，什么都没有，又穷。又一个人没有依靠，又是在当时社会算最低的女性，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，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出现，但是又有两个看起来非常强烈，那个一出场就感觉会有那个光环的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，但耶稣最后却称赞了这个妇人，耶稣称赞的这个妇人说，他所给出来的是最多的，他所给出来的是最好的。那为什么耶稣这么说？为什么耶稣没有看到法利赛人或看到这个有钱人，他们所说的是好的？我们一起来透过今天的这个故事，我们也透过他们不同的角色表现出来的反应，也一起让我们来学习，在奉献这件事情，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，带着什么样的方式，我们来回应。第一件事情，我是跟大家分享。奉献不是看表现的多少，而是看我们内心的敬畏。奉献不是看表现多少，而是看我们内心的敬畏。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刚刚的经文说，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，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。他们又爱在会堂里特别的座位和宴会的首座。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，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。他们喜欢穿着长袍，招摇过市，就喜欢就是穿着长袍，然后就走来走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经学教师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文士。那他们也很喜欢经文这么描写，他们喜欢别人向他问安，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是值得被尊重的。这样可以证明他是有价值的，这样可以被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。你们看到经文这么说，他说他们也吞没了寡妇的家产。他们是经学教师，他们一定知道要怎么帮助寡妇，他们一定知道圣经怎么写，说要如何去帮助这些孤儿寡妇。但是他们却把寡妇的财产全部自己纳为己有，甚至为了要隐藏这件事情，他们就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做长篇的祷告，而且耶稣说他们是表演长篇的祷告，利用外在的方式去掩盖他们所做错误的事情，利用外在的方式去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样子。当时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只有在执行宗教的职务，他们才会穿那件长袍，他们不会在平常的时候穿长袍。就好像牧师平常我出去买东西，我不会穿着那个圣餐大礼服一样。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穿圣餐大礼服出去，也是蛮奇怪的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，就是穿着那个长袍，他们就觉得哇，人家一看到哇是法利赛人，哇他是一个文士，哇好棒哦，我要尊重他。除此之外，当时法利赛人的长袍，他们那个袍子最底下，他们会有镶了非常多的坠子，
就是会有像是那个图片当中那个长袍下面有一条一条须须的，那叫坠子。那个是在旧约当中规定，为什么要有那个坠子？是因为要让提醒他们记得上帝的律法，那个一条一条就如同代表上帝的律法一般，所以每逢看到他们就会想起上帝的律法。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把那个坠子用得非常的长，拖得非常的长，目的是为什么？让别人看到，哇，这个人上帝的律法比较大条，哇，这个人上帝的律法比较多，比较漂亮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喜欢穿这样的衣服，在路上走来走去，表达自己是非常受到人家尊敬的一群人。所以你看到他们奉献自己的方式，虽然好像他们看起来委身在上帝，看起来他们好像在讲解圣经，但是他们却是用外在的方式去奉献他们自己。另外一群人，我们看到叫做有钱人，而这群有钱的人呢，若我们看类似的经文在马可福音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很多有钱人是投进许多钱。我们刚读的路加，他说投钱，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马可，他的同样和合本，他就写到他是投了非常多的钱。以前的钱不像我们现在有纸钞，有100、500、1000，以前的就真的是硬币，就是这个就是硬币铜板要投钱的。那当时的这个有钱人呢，他们为了要奉献这些硬币，我们知道硬币其实有重量啊，所以当你要大量奉献的时候，你必须扛很重的硬币。当时的有钱人，他们为了要把这个大量的奉献的金币拿到圣殿去做奉献，他们请他们家里的仆人，有点像是扛轿子的方式，然后就把那个这个钱币，然后用扛着，然后就扛到圣殿要去奉献，因为很重。但是你知道，在扛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引人侧目嘛。大家一定要引人侧目嘛。就像如果你今天来教会，然后你突然背一个大包包，一个很大的登山背包，然后人家说你要做什么？说这是我要奉献的钱，这就是引人侧目吧。但那有些人的做法就是这样，就是他请仆人，然后扛轿子，然后全部都是扛那个硬币铜板，就是我要去奉献。当这些有钱人这么做的时候，旁边人就会哇，他奉献很多，哇他很敬钱哦，哇他做得很好啊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的奉献箱一共有13个。那当时13个奉献箱呢，其中12个代表12支派啊，一个是专门是奉献给祭司用的。那这13个奉献箱，它也会在外面特别贴说这个奉献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为了什么奉献。OK， 它就会特别比如说为妇女奉献，为松年奉献，为什么奉献，就这些箱子外面都会贴奉献的事项。那除此之外，这个奉献箱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构造，就是它也是金属，它的里面奉献的那个管子它是金属做的，所以你丢那个硬币进去，碰到那个金属的管子啊，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就会叮叮当当的声音。刚刚第一堂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来找我，她就说：“牧师，我有经验。”我说：“怎么？”我说：“现在还有这种奉献箱吗？我怎么没有投过？”她说：“她前阵子出国，她去桃园机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去桃园机场或出国的经验？她拿了影片给我看啊，就桃园机场有一个捐献箱，那桃园机场一个捐献箱，它里面就是设计用那个铃铛。”他就做了一个很像树的形状，然后上面有很多颗铃铛。你只要丢钱进去呢，那个钱就会砸到铃铛，就会叮叮叮叮叮。好，然后他就给我看，他说我那时候只有10块，所以没有很多的声音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哈。那个意思就是，你知道丢钱丢越多，那个声音就越响；钱丢越多，那个声音就越大声。所以其实你在那个圣殿外面，你就算眼睛不看，你眼睛闭起来，你用听的。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钱人，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人奉献的钱多还是少。那我刚刚说，如果是一个有钱人，他真的是请了仆人，然后就这样抬着这个钱，这样抬进来，然后就哗啦哗啦丢进去，哇，那个时间一定非常的久，那个时间一定是非常的清脆，然后一定是非常的大声。但我们看文士的行动，或者是财主的奉献，其实目的是为了要得到众人的称赞而已。目的只是要为了得到众人对他们的敬重，目的只是要为了博取别人的关注。但是相对的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经文只说她投了2个小钱，之后呢，好像就默默的离去了。
这个妇人就只拿了2个小小的铜钱投了进去，那就默默的就离去了。我们看到从文士的行动，从这些有钱的财主的奉献，跟这个默默投了2个小钱的寡妇，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：他们看起来很敬虔的外表，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很愿意参与，很愿意做这些事情，愿意回应，但他们却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他们失去了敬畏的内心啊。当然，法利赛人也有好的法利赛人，就是还是有很敬重的法利赛人，不是全部都是这样所谓的这个假冒虚伪，也是有很认真的法利赛人，也是有很虔诚的财主。我们不否定这件事情，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了有一群的法利赛人跟有一群的财主，他们只是有一个敬虔的外貌，但他们却失去了原本该有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我要奉献这些东西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回应？目的好像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。法利赛人的行动，法利赛人的奉献，目的只是为了要守律法，就是这是我该做的，所以我就做嘛。另外一件事情，好像也觉得我要多得一点祝福。我奉献，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要多得祝福，也或者是我要让人家看见我有在做，让人家看见我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。我们要知道，不是因为奉献所以我们得福，不是因为奉献我们得祝福，而是我们已经得到祝福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回应奉献这件事情。不是因为我奉献是我要得祝福，就是上帝我今天有奉献哦，所以你祝福我。上帝我今天有奉献多一点哦，所以你要祝福我多一点哦。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蒙福了，我们知道这个恩典，所以我们才做出奉献这个回应。当法利赛人他们或者一些财主，他们所做的只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，他们只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我多努力回应，不断的证明自己我多努力做，不断的证明自己我看起来非常的好，我在信仰当中我表现得非常的好，但实际上他们所献上的，他们所做出来的，可能跟他们的内心跟他们的行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们在想的还是在想我要如何自己赚，在想的还是在想我要如何努力，我要如何再加油一点，我要如何再多一点好的表现，以让众人称赞我，让上帝也喜欢我。但这个不是奉献真正的意思，不是因为我做了我得福，不是因为我做了我就一定要得到什么，而是在我们先了解我们已经先得到，所以我们才回应。所以在历代志上第29章17节，经文这么说：我的上帝，我知道你是察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一切。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内心的上帝，他喜悦正直的人，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，不论我们奉献金钱，奉献我们的时间，奉献我们的恩赐，奉献我们的才能，奉献任何东西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是对着某个人，不是为了谁，是为了我们跟神。第二件事情不是看数量的多少，而是看给予的态度。第二件事情不是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不是看数量的多少，是看给予的态度。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3到4节，耶稣这样子告诉他身旁的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其他人还要多，因为别人都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捐出有余的，可是他已经很穷，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。”耶稣说一件事情，这个寡妇呢所奉献的是比其他人还多的。如果我们懂数学，我们就知道哪有可能2个小钱比这个有钱人奉献还多，不可能。但耶稣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这些富有的人是捐出有余的。我们要知道，耶稣说有余不代表是不好哦。耶稣在说有余不是代表不好哦。
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财富哦，不是说我今天就是拿到薪水，然后我就看一看哦，这个是我这个月要吃的，剩下我就全部奉献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积蓄，不可以有自己的财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在这边当中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，是耶稣说财主是把那个有余的，但是这个是要衬托出富人他的全部啊。这个富人是把全部都拿出来的，他没有计算代价，他没有去计算结果，而且他更重要是他的态度。当时寡妇所奉献的那个小钱，那个小钱是当时最小的货币的单位，大概就是一天工资的128%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以现在台湾的这个最低时薪，它190，然后一天工作8小时好了，那我算一下平均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小钱，以现在来讲就是台币12块，就是台币12块。那12块你去超商买茶叶蛋都还不够哎，现在要13块，那它只有2个小钱，就24块嘛，就两个小钱就24块。所以其实没有很多，而且说认真的，12块或24块，你要填饱肚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以现在来讲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但他身上只剩下这些了，但这个寡妇只剩下这些了。但我们看到他展现出来的态度，让耶稣称赞说他做的比别人还多。这个多不是指数量的多而已，在希腊的原文当中，它还包含品质优良的意思，代表耶稣说这个富人所奉献出来这个2个钱是非常有品质的。当然不是说这个铜钱它的品质优良，用了什么金属材质，而是指了这个富人奉献出来的这2块钱，他所奉献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棒的一个品格，非常棒的一个奉献的态度。所以，一个奉献的人，甘心乐意的心和态度，远比奉上金钱多或少更为重要。多跟少是上帝给予我们的，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说他比较多，我比较少，我比较多，他比较少。甘心乐意是远比多跟少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心态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回应奉献这件事情。在创世纪，旧约的创世纪，该隐、亚伯这2对兄弟，一个是生产农作物，一个是这个做畜牧的。但这2对兄弟，他们有一天，经文中的描写，该隐就把地里出产的所有的当作公物献给上帝，亚伯也把他羊群当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。经文描写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，只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公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经文这么描写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。其实如果你再往回推断，你可以想，为什么上帝又不喜悦？或是上帝为什么在这件事情当中悦纳了亚伯的奉献？你看到该隐的态度是什么？上帝，你一定要我的。上帝，我献的才是最好的。你凭什么要我的兄弟的那些羊呢？我种的这个就不好吗？我献的就不好吗？你看到该隐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如此，所以经文就写他大大的发怒，而最后也因为这样，他就杀了他的兄弟。纵使后来你有机会你去看创世纪，后来该隐生的孩子叫做以诺，以诺的意思叫做奉献，而人类第一座城也叫做以诺。你看该隐虽然后面他想要把说，那我的孩子我就要奉献出来，我的城也叫以诺，叫奉献。但是若心态不正确，纵使你说那叫奉献，纵使你说那是要献出来的，但是那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。所以奉献不是要为了跟别人比说他多他少，我多我少，而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拣选的爱。奉献不是要说这个他赚比较多，他赚比较少，然后我得比较多，得比较少，上帝比较祝福他，上帝都不祝福我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的去回应上帝对我们拣选的爱，那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，我每次要进到奉献的环节，我每次奉献的环节，其实下面都有打一段的经文，就这段经文，
更多后书第9章第7节就说：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也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。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，不要勉强，也不要作难。所以不要在乎，就是哇，我看旁边今天奉献1000块啊，我要赢他一点，我就奉献2000块。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那是你甘心乐意，你乐意拿出来回应上帝恩典的。第二件事情，最后牧师跟大家分享是，不是看拥有的多少，不是看我们拥有的多少，更重要是我们全人的回应，不是看我们拥有多少，而是在于我们全人全心的回应。最后在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刚刚一起读到第21章的第4节，他这样告诉我们：可是他已经很穷，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。他已经很穷了。我刚说他可能就剩24块台币，24块，好了，我们就用这样想。但是他把全部的都献上了，可能下一餐在哪里他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奉献上去了。只剩下2个小钱，其实我们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有2个嘛，对不对？他有2个。如果你说他剩一个50块，那就没办法嘛。剩一个50块就是只能丢50块，但他现在有20块，他可以选择丢一个10块，然后10块继续留在口袋里。他是可以选择的，他是可以选择奉献一个，然后一个我留下来的。但是那个寡妇没有停留在自己的困境，那个寡妇没有停在自己的困难，他反而发现，哇，原来他也可以有奉献的能力，所以他就投尽一生所有的。有时候我们都在想，那我可以奉献什么？我可以奉献什么？我可能也没有很多钱可以奉献啊，我可能没有很多才能啊，我可能也没有很多时间啊。那我可以奉献什么？但这个寡妇给我们一个示范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。她没有看自己说啊，我好像什么都没了，好像或者是我什么都没有办法，我没有那么的完美。但这个寡妇所做的，就是她反而发现我还有一些东西。他找到他自己可以有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投尽一生所有的。所以奉献绝对不是谈金钱而已。如同我一开始说，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11奉献或约定奉献，或是我们该怎么奉献。奉献绝对不是讲金钱而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生命你认为最美好的那个部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生命不论钱、不论才能、不论我们所有一切，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啊。都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啊，所以我们认为生命最美好的一部分，我们认为是第一的东西，反而是应该要献出来给神的。如果我们真的看重，真的觉得这是你觉得是生命很美好的一部分，你说哇，我拥有这些，你要知道拥有的这一切也是神供给给你的。奉献绝对不是只谈金钱，更重要的是生命那个最美好的部分，愿不愿意拿出来？有时候那个最美好的，我们常常会保留；有时候那个最好的，不会想要拿出来跟别人分享，因为你想要独占，因为你觉得那是我最好的一部分，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？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？我自己拥有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我们就在这个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反正那个最美好的部分，我们认为最宝贵的，我们最珍贵的，反而是一个新的，让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是。应该这些都是要归给神的，所以这个寡妇给我们一个示范，甚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那我们到底还在等什么？我们到底还在计算什么？我们还在等待些什么？我们还在计算些什么？这个寡妇，她也是有一些她的限制，她不是那么完美，甚至我说她在社会经济。在当时是完全最低落的，但是他所回应的态度却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展现。耶稣在山上宝训这么说：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”如果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财宝，我们认为最美好的是放在神那里，我们最美好的是现在神那里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美好的事物，神如何继续的成就。
如果我们美好的、我们认为的财宝，我们认为我们紧抓的是不断的是注目在我们的眼前当中，那我们的心就永远是被这些事情所控制而已，以至于我们更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可以奉献，我更没有任何的方式我可以奉献。你的心在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这个寡妇的回应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她知道过去、现在、将来全部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。这个寡妇的回应其实很简单，我刚说她就是两个铜钱嘛，投了就没了。但她知道未来是在上帝的手里啊，现在在上帝的手里啊，过去也在上帝的手里啊。这个寡妇回应其实就这样，很简单，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奉献本身，那是一种委身的立约。我们知道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委身的立约。当你把你那个最好的给出去的时候，当你愿意把你最美好的那个部分给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是会痛的，其实是必须付上某些代价的。但是那也是一种我们跟上帝的立约，就是我愿意交给你，我愿意给出去。而那就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每一次的奉献，不论是你金钱的奉献，你时间的奉献，你的恩赐才能的奉献，那都是一种你跟上帝的立约，跟神说：神，我现在给你我最爱的，神，我现在给你我所有的，我给你，这是我对你的委身，这是我在你的恩典当中我所回应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，这也是我们很常看到一段经文。保罗说：“我以上帝的慈悲和上帝的怜悯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”保罗说：“我们所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献上身体，当作是活祭。那献祭，那个祭物是死的，献祭的祭物是死的。但是保罗在那边说，那个献上的祭是活的，代表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成为那个美好的祭，献到上帝的面前。那是我们的一个委身，也是我们一个立约最重要的方式。进到受难周，一开始我说到，耶稣基督他就是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，为了我们，而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为我们奉献的源头，也成为我们奉献的榜样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奉献的态度、奉献这个功课最重要的源头以及榜样。更多后书第8章第9节，保罗也这么说：“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是富足，却因着你们成了贫穷，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”耶稣原本跟上帝有同样的尊贵荣耀，他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，但他却成为人，来到世上，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，奉献了他自己，从一个富足变为贫穷，目的是让我们贫穷的生命成为富足。但相同的，当我们的富足的生命被充满之后，我们如何回应呢？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完全的奉献者，他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，他没有保留他自己任何的一切，走向十架。耶稣就是那个完全的奉献者，他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，流出宝血，钉在十架上。所以每一次的奉献，都让我们可以真实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。不论是透过金钱的奉献，透过你生命的奉献，那都让我们有机会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。奉献也让我们可以回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所以最后这段经文，腓立比书也是我们很常会读到的经文，他就说到：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？就是一个奉献的心智。耶稣他的心就是奉献的一个心，牺牲他自己，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经文说：你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。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，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体出现。他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成为我们奉献的榜样，
也成为我们奉献学习最重要的一个态度。在于我们如何回应，在于我们如何看重这件事情。因为上帝赐福我们，当我们每一次谈到奉献的时候，不是只有金钱，更重要是我们生命的回应、生命的态度。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，赐福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真实成为那个愿意献上一切、愿意奉献、回应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的那位奉献者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之后我们为几件事情来公祷。接着，我们今天有特别安排一个中保代祷的见证，